單價4999蚊，送價值1500蚊每平方嘅裝修，仲送3個車位，又係一線光景，係咪聽住好吸引啊？恭喜你，你又瀨嘢啦！各位貪小便宜嘅朋友咧，一定要注意啦！本來蘇神都唔想講嘅，但係見到香港嘅街坊咧中伏啦，實在忍唔住想同大家講下呢啲所謂嘅送呢樣送嗰樣嘅樓盤，到底如何一步一步氹你落搭嘅？呢啲都係精心策劃嘅。條片咧肯定會得罪發展商同埋啲同行。接落來我會拆解成個流程，想繼續睇落去嘅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俾 YouTube 平台推廣到更多想買房嘅朋友知道如何避坑。好啦，點樣氹到你買呢？肯定係一環扣一環嘅。第一步，樓盤宣傳，發展商做廣告咧，最快嘅方式咧係揾中介去鋪天蓋地包裝呢個項目，到底如何好。咁中介咧點解打呢個盤？咁就係高佣金。俗話都講啦，有錢能使鬼推磨，重金之下必有勇夫。你試諗下，咁高嘅佣金，我都可以吹到天花龍鳳啦，死嘅都可以咬分值。明明呢個項目咧喺中山嘅神濱，佢可以講成珠海北，俾人有一種錯覺佢就喺珠海，拉近咗項目嘅距離，突出咗位置。咁依家咧睇翻我哋成個大灣區嘅一個區位圖啦，咁我哋依家嘅位置咧就喺呢度南城路道香山小鎮，咁我哋係喺個島上面嘅，呢個島咧係由中山市政府重點打造嘅島，叫做國際休閒生態島。咁佢對標嘅咧係中山嘅馬鞍島、珠海橫琴島同埋廣州嘅南沙島，一樣都係島上物業、江景、海景房。咁我哋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佢係屬於中山市神灣鎮嘅，但係咧佢一江之隔嘅對面就係珠海斗門。咁我哋去到對面斗門咧，只需要15分鐘嘅時間。咁對面斗門咧有個斗門港，可以坐個半鐘嘅船返到香港嘅中港城。咁包括咧佢都有規劃一個賀州站係高鐵站嚟嘅，咁我哋15分鐘可以上高鐵站，到時未來咧我哋坐高鐵都可以直接翻到香港西九龍。咁我哋去到珠海咧40分鐘有個珠海金灣機場嘅。咁我哋講翻香港嘅一個交通路網啦，我哋呢度咧係有業主巴士嘅，業主巴士直接喺樓盤呢度出發行西環高速、香海高速半個鐘就可以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，再經港珠澳大橋翻香港。咁呢段路程咧，我哋係有業主巴士頭2年。業主都係免費嘅，咁我哋咧其實喺呢度出發咧，去珠海市區係非常之方便。我哋行高速嘅話咧，全程就25分鐘就可以去到珠海香洲區。咁呢邊嘅樓價咧，普遍係賣到2到3萬嘅。大家都知道，珠海斗門呢邊嘅樓價都係比中山貴嘅，求其都要萬零蚊。第二步就係襯托價錢啦。佢之前嘅業主啦就講買水雲間都要7到8千蚊，仲係無比添。大裝修要12000蚊啦，依家鹿鳴苑咧早田咧只需要4999蚊，仲送埋1500蚊每平方嘅裝修，相當於半價買樓。呢幾個字用得相當好。接落嚟佢去放大招，再送3個產權車位俾你，跟住再同你計條數。依家市面嘅大概6萬蚊左右一個車位，3個車位咧就相當於總房價減咗18萬，咁樣一串連個着數咧，就問你心唔心喐？咁如果你猶豫緊，內心喺度掙扎，到底應唔應該買？銷售睇見你15、16，就開始佢嘅第3步，同你計數，打消你嘅疑慮。收到車位之後咧，咁啊到時候叫中介經紀啦幫你出手，市場咧係6到8萬蚊一個，建議你快啲出手就5萬蚊一個，到時候咧3個車位咧就有15萬啦。各位街坊聽到呢度咧，係咪覺得好吸引啊？繼續聽落去。你首期先係俾10萬蚊，仲有5萬蚊，到時候可以袋落袋。收到之後咧，如果你唔住，你俾人哋租俾人哋，3房可以租到2000到2500一個，完全可以覆蓋你嘅月供。重點嚟啦，即係首期又唔使你俾，樓又唔使你供，又有錢袋落袋，咁大個格啦，仲唔中埋個頭過嚟？講到呢度咧，我其實就想講一句。設計到相當精彩，你覺得精彩嘅，你可以喺評論區裏頭打出精彩2個字，係對我嘅一個支持。因為呢啲內幕嘢咧，分分鐘被落架，得罪咗大家太多嘅利益啦。啱先就講咗啦，點解咁多嘅香港、澳門嘅街坊啦中伏嘅原因啦。咁依家就講
嗰個如何避坑。首先睇翻成個項目，鷺島香山小鎮咧係位於神灣鎮嘅，定位係文旅度假小鎮，主打養老同埋港澳嘅一個客群，開發多層住宅同埋商業，建築面積咧係有80.4萬方嘅，綠化係42%。睇住個航拍係咪好靚啊？三面環江，大家都知道廣東嘅回南天有幾乸嚟㗎啦，到時候濕立立風濕就有你份。目前在售嘅面積咧有89、98、111方，正常咁樣嘅小鎮咧，一般都會建200零方嘅一個面積，會俾啲有錢人過嚟度假養老。可能發展商知道做唔到呢啲客仔嘅生意，先俾大家睇下呢條片。OK， 我哋繼續開到盡頭呢個位嚇，呢個位已經係冇路燈噶啦，我哋要打個高燈啊，打個高燈入到去，你會更加睇得更加好啲。因為如果黑晒嘅話，咁呢條位置會比較誇張啊。嗱，前面嘅廣告牌寫住咩咧？灣區全齡樂養小鎮，全齡樂養小鎮，都係咩意思咧？可能到出世到走向終點，可能都係非常之啱呢個板塊嘅，係咪啊？前面有燈係咪啊 ？OK， 過到呢個位咧，已經係兩邊就係河堤啦。兩邊河堤對面啫就係珠海嘅斗門，對面望到呢一片燈光啊嘛。的確呢度的確好近江，同埋呢條江咧非常之靚仔。如果呢條江我都同時講，如果呢條江彈去中山嘅石岐區，可能中山石岐區可能要過3萬一方都唔出奇，因為條江非常之靚，同埋咧個江面好闊。再加上我行到呢個位置，突然間有啲好似啲臭雞蛋嘅味嘅，咩味啊？好臭，可能退潮都有可能。但係沿途咧，大家唔知睇唔睇清楚啊？沿途會非常多啲蚊滋，蚊滋係飛嚟飛去，可能我燈光吸引咗啦嚇。我哋左前方呢啲黑黑地嘅有少少燈光嘅一個建築物咧。嗰個就係最早期嘅一個南城香山小鎮，賣下啦嚇。南城嗰個發展商破咗產，踢咗出局噶啦。然後咧，依家個名叫做綠島香山小鎮嘅。大家睇下喺屋苑嘅兩邊就係啲比較低矮嘅廠房咁樣啦。目前嚟講，我見唔到佢有符合佢全齡段嘅一啲配套設施等等啊，包括埋我正前方呢個位置，左前方呢個位置。全部啲工廠仔嚟㗎，我哋繼續去往前開啊。其實呢個位啦嚇，冇路燈冇燈光，如果你一個人過嚟，其實都會有少少驚驚地嘅。裏頭講到都幾啱嘅，咩叫全齡段？就係從你出生到死嗰刻都喺呢度。項目咧係自帶娛樂學院、沙灘公園、國際幼兒園等等，聽清楚。以上嘅都係規劃或者建設中，即係依家咩嘢都未有，所以大家實地睇樓嗰陣咧，一定要睇清楚、了解清楚。2022年一期水雲間開售，定於24年9月份交樓嘅，因道路綠化各種嘅情況啦，延期交樓，預計25年嘅年中，導致好多業主多處維權。喺24年年底到25年間，南城退出，由粵財接盤。講到呢度咧，蘇神就想講一句啦，臨時換將咧係兵家嘅大忌，而依家有部分單位咧都係斷斷續續交樓嘅。雖然4999蚊嘅價錢好吸引，但係有啲地方咧該注意嘅都要注意。第一，南城本身咧係專做養老度假小鎮嘅發展商，當原本負責開發規劃嘅發展商都已經退出啦，呢啲配套咧仲有冇人肯全數兜底？呢個問題我諗宣傳單張唔會答到你。第二，項目進度慢，體量大，各種配套都有，從航拍視頻可以睇到，只有部分嘅住宅建咗起身，進度依然都係咁慢。預計開發周期比較耐，呢段時間咧隨伴而來嘅就係施工嘅噪音、居住嘅體驗差。第三，位置嘅硬傷，項目係屬於神灣鎮嘅邊皮位，話明係小鎮啦，梗係行唔到嘅，7日都要揸車，周圍嘅商場完全係冇嘅，工廠就多，咩包裝廠啊、紡織廠啊，退休養老諗都唔使諗。第四，
送裝修、送車位，仲要話你知，基本唔使再俾錢啦。但我想你記住，真正值錢嘅嘢，從來都唔會隨便送，送你嘅永遠都係冇議價權嘅部分。第五，嗰啲所謂嘅超高回報，只不過係假設。咩月供2000到2500啊，車位啊600蚊啊，計落來，好似每個月都有3000蚊嘅現金流喎。但我想問一句，租客喺邊？如果一個地方靠計算機表格嚟說服你嘅，而唔係靠真實嘅一個需求，呢啲咁樣嘅回報，一開始就企唔住。好多人就會話啦，4999蚊一方，私極都有限啦。但現實係，當你買入咗一個需要靠低價、供底樓、陣數、高回報一齊嚟支撐呢個項目嘅，你賭嘅從來都唔係房價，而係未來會唔會有人接你呢一手。要記住，市場永遠唔會無緣無故用4999蚊一方搶你入場，想想啦。咁樣你都唔想嘅，咁我問你啦，夜晚你肚餓，食個飯或者點個宵夜，有冇人送上門？樓下有冇餐飲店？門口有冇公交？因為你過咗60、70歲啦，基本上揸車係好難嘅，出行肯定係靠公交或者打車嘅。呢啲係好現實嘅問題。仲有最重要嘅醫療配套咧。我相信好多香港嘅街坊都唔相信大陸嘅醫療，但係你要諗明白一樣嘢，其實依家大陸嘅醫療已經好好㗎啦，但係佢僅限於3甲醫院，可能有咩頭暈身㷫啊，喺香港嘅公立醫院都係免費嘅，但係要2個禮拜後先可以 book 到位。想快啲去私立醫院，佢個費用咧比大陸仲要高。呢啲咁偏嘅地方，咁樣嘅項目，所有中山嘅3甲醫院都唔會開喺呢邊嘅，主要集中喺東區、西區或者石岐區。有咩大病起身，你覺得呢啲咁樣嘅醫院保唔保障到你一個日常嘅需求？咁我想問翻你啦，你如何喺度養老？咁大家都要諗清諗楚，建議你揀翻中山嘅東區、南區、西區或者石岐區，呢啲較為穩妥，生活配套相對比較成熟。但係唔係所有樓盤都適合你嘅，想了解更多可以 WhatsApp 我。好啦，如果你想北上中山退休生活或者買房嘅，記得 follow 我嘅 channel， 順便按埋個鐘仔，轉發俾身邊想喺中山買房嘅朋友。再次多謝，感謝你睇到最後，我係蘇神，下期同大家講敏捷嘅感受海灣城，拜拜。